再來講講起家印，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學習金融知識。如果你冇係做生意嘅，請你劃走，因為你聽冇明白，冇得怪我。起家印已經喺監獄裏邊度過2個中秋節啦，但係呢個中秋節呢，佢一定過得好痛心，因為佢當初費盡心機轉移嘅財產呢，而家都冇屬於佢啦。但係喺呢次國慶嘅前夕呢，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判決，凍結咗起家印名下全部財產，總金額高達77億美元。今次判決呢，最令人矚目嘅焦點就係連起家印嘅家族信託都被擊遷啊！呢個不僅係意味着起家印人財兩空，亦都俾所有嘅富豪敲響咗警鐘。所謂嘅海外信託絕對安全，其實都係偽命題。真正碰到高壓線呢，乜嘢保險聲都冇好使啊！點解講呢件事影響好大呢？因為信託可以講係富豪圈裏邊個理財神器，好多富豪呢都將佢當成咗最後嘅一道護身符。比如前梅大王麥都克，佢通過設立家族信託，將所有嘅財富都隔離起身。而我哋嘅鄧大姐鄧文迪同佢離婚嘅時候呢，1分錢都冇攞到，僅僅分到2套房。仲有賈躍亭，佢當時走佬去美國嘅時候欠得屁股債啊，於是呢佢就設立咗份信託，將法拉第未來嘅股份裝入去，然後同嗰班債子畫餅，就講法拉第未來有幾牛逼，我要將你哋設置成呢份信託嘅受益人。我哋嘅債務呢就一筆勾銷。經過咗一番嘅忽悠呢，賈躍亭就咁樣神奇化債20億美元。而佢自己仲有其他嘅信託收益，至今呢仍然喺度食香喝辣。仲有前一陣嘅鍾慶侯家族嘅信託事件，阿老鍾呢就想將信託呢就俾佢個私生子一份保障，結果呢就俾大公子就截胡啦。嗰班富豪們之所以咁鍾愛信託呢，就係因為信託最大嘅功能就係風險隔離。理論上嚟講，你一旦將財產交俾信託，呢啲財產就好似唔係你嘅，信託機構會按照你哋事先約定好嘅財產返俾受益人。但係呢裏邊個原始本金乜人都喐唔到，所以好多富豪就中意用信託俾自己留一份後路。假如以後破產咗或者係犯咩事呢，仲有信託嘅錢可以使啊，仍然可以維持奢侈嘅生活方式。起家印就係咁樣諗噶。早就喺2017年嘅時候，恒大如日中天嘅時候呢，起家印通過轉移財產，佢通過一家離岸公司以分紅嘅形式剪走咗恒大嘅利潤。單單喺2017年就剪走咗60億美元。就喺呢一年呢，佢喺香港設立咗家族信託，一定要放23億美元入去。佢有2個仔，喜志健同埋喜騰學呢，都被設置成受益人。起家印呢份信託文件中規定呢，本金就不可變更、不可撤銷、不可追繳，只能夠領取利息。後來呢又增加一條，只能夠講起家印喺去世後先至可以動用本金。按照起家印嘅諗法，只有將錢裝入信託，就算以後恒大倒閉啦，自己出事啦，屋企人亦都可以靠住呢23億美元嘅信託衣食無憂，繼續享受奢侈嘅生活。結果千算萬算，呢筆信託呢到最後都係出事。呢筆信託之所以被穿透，關鍵原因就一條：香港法律講求實質重於形式。香港法院揾到咗呢份信託嘅漏洞。首先，起家印設立嘅信託目的就冇單純，有躲避債務嘅動機。法院認定呢，恒大早就喺2017年嘅時候就開始系統性嘅財務造假，同時呢仍然喺度搞巨額分紅。起家印作為恒大嘅負責人呢，對此係心知肚明啊。佢明知道恒大隨時有可能爆雷，就將巨額嘅財產就轉入信託，呢個就係為咗提前避債，損害受益人嘅利益。所以呢種不懷好意設立嘅信託呢，法院係冇認可噶。其次呢筆錢嘅來源亦都冇乾淨。呢23億美元呢，並冇係源於起家印自己嘅合法收入，而係佢利用恒大老闆嘅身份，通過關聯交易、違規挪用等手段，從恒大裏邊套出來噶。從本質上來睇呢啲錢都係供應商嘅貨款同埋老百姓嘅救房款啊。起家印憑乜嘢攞佢來設立信託呢？各種因素疊加，香港高等法院呢就判定起家印呢份信託係違法嘅，而呢23億美元呢亦都要攞出來還債。今次判決其實並唔係信託工具本身嘅失效，而係確認咗一個至關重要嘅法律原則：信託冇能夠作為欺詐債權人嘅工具。呢個亦都俾其他富豪提醒，設立信託可以，但係要確保自己嘅錢係乾淨嘅，目的亦都冇能夠為咗欺詐人哋。更加絕嘅係，今次判決其實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突破。香港高院呢一次認定起家印離婚揭發真實嘅情感破裂嘅基礎，而係有顯著嘅避債動機，同信託都係同一套財產保護策略嘅冇同嘅步驟。講白一啲，離婚同埋設立信託都係一樣，都係起家印嘅逃債策略。其實喺呢個之前呢，大家都知道起家印係技術性嘅離婚，但係因為缺乏法律嘅依據，對丁玉梅攞走嗰大部分嘅財產都冇有辦法。
但係而家唔同啦，有咗呢個認定呢，就意味着丁玉梅通過離婚攞走嘅錢都係非法噶，所以呢啲錢都可以追翻來。許家印本來以為離婚之後呢，自己就揦晒所有債務上身，丁玉梅呢就可以帶着佢個仔逍遙法外。丁玉梅本來帶走唔少錢噶啦，仲有信託裏邊嘅錢，又醒咗重保險，咁樣自己嘅家人呢就絕對安全啦。但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海外信託被擊遷，丁玉梅食落去嘅呢亦都會嘔出來。許家印所有嘅謀劃呢都變成一個笑話，呢個不僅係意味着一個家族嘅覆滅，更加係俾所有嘅富豪呢都打一個冷震，靠違法得來嘅財富終究會連本帶利都還翻去啊！